举鸡去问先王啦！举鸡去问先王啦！举鸡去问先王了，这是如何问法？他就是以此白绫自尽的。是。魏后，你看，这绫上还有字。妾去问先王，遇见芈月、芈容否？还真去问先王。哼，先王会有答复吗？母后，你看，这上面有一个“否”字。先王显灵了！先王显灵了！先王显灵了！好吧，大王，既然先王心疼你，预留2个辅佐之才，那就把芈月、芈容留下吧。多谢母后。你真行。你知道吗？生的是一个男孩。恭喜大王添了一位弟弟。是，我有了一个弟弟。王后，妾身在。你带寡人去看看。是。王弟睡得好香。臣妾替大王过来，大王也替母后高兴。他说让母后安心养好身体，不要牵挂朝政。继儿大婚后，的确懂事很多。瑶儿，你功不可没。母后谬赞。这是宫里新制的玉席，酷暑难耐，继儿怕热，你让她晚上睡这个。臣妾替大王谢过母后。去吧。是。我回来了，正是时候，总算把今年冬天的粮草解决了。哎呀，哈哈哈！该让我看看我儿子了吧？哎呀，哇，这么小，来来来，让我抱让我抱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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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看就是父子。谁说的？这孩子的额头长得像你，眼睛却像我。像你像。一有机会就要使我们聚在一起。这世上若还能够有什么让他低头的事，就一定与我们有关。母后他这是姐弟情深。你母后常说，先民之初，人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，便无手足相残之事；待之有父，便有手足相残。兄弟同胞，从母是天性，从父只是利益罢了。眼下之事，他之所以如此固执，不过就是想要给你留下一个骨肉至亲。继儿，你怎么还不明白你母后的一片苦心呢？舅舅，我的腿不那么疼了。
大姐，方公子，太后在里边等你呢。好。泥人儿，看看泥人啊！让舅舅来帮你转缓，如何？是母后让舅舅来的。是。我要听母后一句话。你母后已经有话，你先跟我回去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舅舅，难道在母后心中，真的就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吗？你母后心里若没有你，又怎么会让我来劝你？大王，各让一步吧。来，先起来，啊！王后，我来吧。舅舅，不可。既然我是你舅舅，有何不可？会有一点疼。企图吞并燕国的国土，燕王决议联络诸国，结盟立约，共同讨伐。楚王早有与燕国交好之意，所以楚王一收到燕王的来信，即刻派我出使燕国。哎呀，老夫自知是坐在了火山口啊！燕国国力衰退，我国委虽然没有管仲那样改天换地的能力，但却有一腔耿耿忠心，上不做天，下不愧地。老夫定会竭尽全力，敦促大王母子听从苏先生和黄公子的忠告，尽早确立与楚国和其他诸国的联盟。如此最好。国相，子歇既然来到燕国，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但说无妨。听说秦国公子季与其母芈夫人在燕国当质子，不知眼下情形如何？黄公子与他们相识？芈夫人本是楚国公主，与子歇是故人。楚国公主？原来黄公子与芈夫人曾是故人。在下前日去过驿馆，打算探望公子季母子，谁料却被告知公子季和芈夫人已搬离开驿馆，不知去向，真是令人担忧啊。公子季和芈夫人他们离开驿馆了吗？正是。这老夫的确不曾听说呀。前些日子老夫还曾经派人给芈夫人他们送去了钱财，并传话给那驿丞，叮嘱他对秦国质子不可过分苛刻。哎呀，你看这怎么说走就谈的粗布衣上实用，夫人哪里知道啊？这些针线手艺啊是能赚钱的。不知这些女工是不是夫人身边的人做的？婆婆的意思是，这针线可换衣食？岂止是换衣食啊，能换上等的衣食。不瞒婆婆，这些针线是我一个亲人亏骨，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亲人做的，但也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。若真能换衣食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原来芈夫人
你也有这样的记忆啊？要是让夫人出卖针线，未免过于降尊临卑、居高就下了。我们此刻的处境，婆婆应当心里有数。举步维艰，几近山穷水尽，何况能自食其力，比养人鼻息、寄人篱下来的硬气。既然夫人如此洒脱，那老身就直言了。在这燕国，除了宫中显贵、富豪世家，很少有人寻求礼乐典籍的。夫人的抄录生意虽然时不时有，但未免清淡。夫人不知，眼下燕国呀，这有了几日太平的日子，财主嫁女娶亲，权臣送礼作寿，在继承那是日日都有的。好的针线，就是好的面子呀。看夫人您的技艺盖世无双，凭这针线，只怕你活多到接不过来，还愁吃穿用度嘛。天上看着我们，我们去哪儿，他就会跟到哪儿。本议程来。你把招子给我放亮点儿，知道吗？哎，这驿馆人杂，也许有人趁着搬家之际顺手牵羊呢。是。这什么呀？公子，刚才夫人与公子说，鬼也分善恶，公子可见过恶鬼？公子在屋里好好找找，眼前就有。我找到了，是他。哼，枯骨死草，没几天了，就剩下嘴硬了。给我看着。是。哎，来，夫人进来。甄嫂，甄嫂，我们来了啊。儿，是宝儿，是宝儿。喂。